看我干嘛？饭不够吃吗？同学啊，我看你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你老家哪儿的？江明。江明，江南水乡是不是？哎呦，果然出美女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倾慕已久。看你这个气质，应该是文学院或者艺术学院的吧？我中文系的。看吧，果然一身的书卷气。所谓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你有事儿没事儿啊？说人话会死啊，吓人一跳。那个，就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荣幸啊，能邀请美丽的顾小姐，我们一起探讨。你怎么知道我姓顾？那个是这样，其实吧，是……你不会是跟踪狂吧你？啊！我警告你啊，不准跟踪我，不然我告老师的。不是你听我解释一下，你不是你。什么情况？郑哥，这姑娘不太按套路出牌啊！哎，不过我跟你说啊，我就喜欢这种对我没兴趣的姑娘，这才能激发起我那种男性的震撼。哎，行了啊！啊，你别乱祸害人家姑娘。她可是我高中同学。你还别说，这叫顾小曼的姑娘，细看吧还挺可爱的，要成功了就是我的了。说什么呢，段华呀？没什么，我明明听见你说顾小曼了。听见了还问？就是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别打他的主意，他这个人时不时很情绪化的。这个陈玉川真了解。别闹了，您得相信我，我都搞不定的姑娘，她更没戏。奶茶，咱们还是回去从长计议比较好。走了。信不信我搞定他给你看看？不过我可警告你们，我如果成功了，你们可别再打他的主意了。行。他那么紧张干嘛？不会真是老相好吧？老相好倒不至于，但他应该真能搞定。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小川，好巧啊！你知道斯托克斯公式和正向级数神联法吗？啊？上了大学要保持求知欲，虽然你从来都没有，那也不能一直都这样。这个给你，这里面有我的笔记，以后有什么不会的，随时问我。你会认真看的吧？不会吧？他这是在跟我示好吗？爱心笔记，当年秦叶师哥对小溪也是这样做的。郑哥啊，现在的姑娘谈恋爱的方式都这么不拘一格了哈？搞定他不需要套路，那需要什么？聪明的人脑。你这种油头滑脑是不行的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希望你记住你刚刚说的话，信守承诺。郑哥，这都能搞定？
这不是开玩笑呢吗？